伫金门有一个4岁查某囡仔，伊发烧去互医生看，金门病院的值班医师，这纸本有开吸流感，拍入去电脑内面，说写做是大人伫咧使用的一个药剂量。伫输囡仔食落到地是困2天。卫福部长许瑞群表示，这款的失误，因会去了解，才来厘清责任。 甲查某囝抱咧，轻轻仔甲打，互伊免惊。金门一个4岁查某囡仔，因为一直发烧，18半暝，互家长带去卫福部金门病院的急诊室。医生伫看了是开吸流感，互伊无想到家长饲伊食2摆药啊了后，19下晡病院通知讲药的量开唔对啊。真的是很离谱啊，因为是小朋友对啊，你开一个成人的药啊，他如果身体像昨天没有办法负荷，他就是一直嗜睡。如果我们医院也没有打来说哦开错药，那我们一直给他吃，后面怎么样怎么办？家长讲，因为破病加上医师甲剂量开唔对，互伊的查某囝是一直困2天。病院通知因转来换药啊，嘛干那换一罐化痰的药水，互囡仔继续食。发生疏失的医师嘛无出来向因回失的，含志刚接触的过程嘛无听到伊讲一句歹势，才甲过程抛伫网络，总算等到病院出来回失的。跟家属诚意的道歉。 那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会后续追踪小孩子的一些身体的健康状况。那第3部分的话，我们会检讨整个流程，然后做更好的 SOP， 防患未然。改善的措施啦，包括电脑系统要去设置这种检视因为儿童的用药就说你内建在里面的程式是大人的，那遇到儿童的不能就没有做调整。另外当然在药局方面药师的这一个调剂的时候以及给药的时候，必须要再核对。 4岁员工金门病院有通报，对这个查某囡仔会继续追踪和关心，药监会采取会对相关的责任去厘清。记者综合报道。